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周末，而且嘛已经转好天啊，会当安排出去绕绕行行咧。这个台东南回铁路的高梁车站，防俄罗斯全台湾上水的车头，进前配合着铁路的电气化来做工程，到昨总算是完成着全新的车道。这个新的高架铁道一边挖山，一边挖海，这个火车经过都必须是漂浮伫海面上同款，嘛将做上水的高架铁路。这个坐过游客，大家拢讲实在是有够水。坐火车一边看到的是挖山挖海的美丽风景，火车敢若亲像是浮伫海面上，加上所有的电火条啊拢伫山这边，所以海景看甲真清楚。配合铁路电气化工程，南回铁路区间车未阁经过高梁1号崩坑，是经过高梁车站了后，才慢慢驶入去新高架铁道。这个高架化路段经过3年开17亿建造，全长2.7公里。过程当中使用这几种工法，在我们的宽度啊，都是符合电气化这个标准。那桥梁的设计，它的载重也是符合以后要提速有没有？提速的标准。唔那是性能好，全新的设计，嘛互火车更较靠近海，视线相当宽阔。我觉得新线还蛮平稳的，而且风景都不错，视野很好，很漂亮。搁刷落来，南回铁路高梁车站，唔那是全台湾上水的车站，卖当到边仔去看铁道，远远看太平洋，经过高架路段，嘛会变成上水的高架铁路，会当坐火车，伫山甲海之间，互你感受到台湾上水。